后来过来有这个铁马徛起伫高速公路顶，就伫国道3号路南408公里的所在。昨下晡2点外出现一个徛铁马的人，这个铁马佫安尼转来转去，其他的车看到拢打档啊放慢这个速度，加在无发生事故。警方接到通知，马上派出着顺路车，但是并无发现徛铁马的人。 驾驶赛车上路，拄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人。头前这个骑脚踏车的人，大家真出力，佫骑到呢无啥会知，伊的车速都爱放较慢的，爱特别小心。是讲这是高速公路。伊真骨力滴答，尾手骑去到内车道，讲真正看起来真危险。第一眼看到我惊一跳，哦，那有够恐怖的啦！哎，骑脚踏车去遐，真正你嘛无想，嘛要想要害人嘛，无安尼，人家弄者嘛是。 哦，这么样！我一定直接先停路边，让他先过的。他们在弄掉了嘛，那么麻烦。代志发生伫昨下晡2点外，国道3号路南408公里的所在，有脚踏车骑去高速公路，警方接到通报了，随派顺路车去看，验过无找到人。这款行为会用罚金来票3000以上6000块以下罚金。加在无发生事故，验过和其他驾驶已经闹庆官。 警方提醒乡亲，若是无小心骑车去高速公路，应该先将脚踏车停伫路径，到护栏外等等安全的所在去等，并且请相关的单位来协助，确保自身甲其他车辆安全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